戆囝婿，作者阿咪。有一个戆囝婿要去甲丈人做生日，毋过伊想无要讲啥好话较妥当，就出去装头装尾踅踅咧。看到路中央有一部牛屎，行过的时，一阵雨神飞起来，一阵看牛囡仔哈哈笑。雨神装屎屁，过来就爬起。行啊行，看到人在修理菜园仔的篱笆，后期的叉机抽掉，插新的落去。伊问做事人安怎无爱转换新的？做事人讲：新梨插旧梨，占到猛过时。行到圳沟边，看到两条田沟仔流来的水，一条清，一条落。已经走去问阿伯啊，安怎讲较水快？阿伯讲：这水头冲冲，水尾不相同。丈人生日迄一天，戆囝婿欢欢喜喜去祝贺，亲戚看伊来啊，大家客气徛起来招呼。戆囝婿就应讲：雨神装屎屁，过来就爬起。大家心内足爱叫。食饭的时，人就摕两支无共的箸创伫伊，伊就应讲：新梨插旧梨，占到猛过时。丈人来敬酒，摕无共的酒来甲停，伊就应讲：这水头冲冲，水尾不相同。讲伊讲，敢若无热戆。